台湾 MeToo 性骚扰的事件继续摊烧哦，这捌到过金马奖的导演游志伟，嘛互真侪女性的工作人员指控伊性骚扰，受害者超过20个人。游志伟嘛伫面册回息咧，佮讲过伊的家庭背景，互伊对爱无正确的认知。游志伟最近有一出电视剧《地下里长》准备要推出，剧组张红是声明讲，袂互这个导演挂名，卖甲可结婚的戏拢抬掉。 捌得过金马奖的导演游志伟，和女性工作人员指控讲，伫电影《摇滚甲杀人事件》做制片助理甲后期制片职务时阵，迄当阵做导演的游志伟，毋但是人换教、啉酒醉，甚至会伸手念女性工作人员的大腿。对此，游志伟甲以前若讲到电影就正甲讲的形象差真多。易杰其实她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女生。 然后晨曦就变成她其实是非常聪明的演员。对女性工作人员的指控，游志伟昨晚赶紧伫咧 FB 道歉，强调个人是家己成长的过程，甲家己的性格，造成对爱情甲人际关系处理无好，伫试探的过程中，伤过着急，伤过直接伤害一寡人，发现原来家己是遮尔害的人，伫所有做毋到代志，真心向一寡女性回息的。 因为游志伟最近所导演的新作品《地下里长》，也因为游志伟讲到性骚扰事件，剧组赶紧对外发声明，讲真毋甘事件受害者，同时也发声明谴责，已经甲做毋到的人，甲因伫这个剧内面除名，并且删减因半的部分，希望犯错的人会当勇敢面对家己的错误。当下也可以请求去调阅监视器，或者是询问在场的友人能否作证，甚至是我们事后跟亲友。 或是身心科的就诊记录也是一个佐证。律师表示，性骚扰事件因为是告诉乃论罪，有6个月告诉期间，受害者会当伫这段时间内提出相关的事件提告，希望受害者会当勇敢出面指认，才能保护家己免受伤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